又係彭博嘅一個報道啊，一個指數顯示，舊年規避中共資本嘅管制嘅外逃資金達到1萬多億嘅美元。咁而家就見到中共就針對香港嘅券商啊、富途啊、老虎啊進行一個全面嘅打擊，所以呢一個咧就我想問一問，對香港啦、對券商啦、投資者，甚至乎嗰啲中國同埋香港嘅股民啦，有啲咩影響咧？甚至乎對香港嘅金融。嗱，呢個係好明顯嘅啦，就係咧，中共係從來冇真正改革開放啊，因為改革開放原本嘅意思應該係乜嘢？即係唔再搞嗰啲計劃經濟。所謂計劃經濟，共產黨乜都控制晒經濟活動，嗰啲叫做計劃經濟，由佢哋計劃。佢話要咁樣做咁樣做，佢話要多生產呢個，多少生產係佢決定㗎。而咧市場經濟唔係，市場經濟係完全按照市場本身嘅供求關係嚟決定各種各樣嘅行動啊。咁股市都係一個市場嚟嘅，係嘛？一般嚟講，股市嘅活動你根本就唔應該去插手嘅。你唯一需要插手嘅係你嘅呢個立法同埋呢個執法嘅部門、司法部門係要監視。你因為你個股票市場啊，你係有一定嘅法律規定㗎。咩係叫違法？譬如你話買賣呢個股票嘅時候，你唔可以有好多國家都有，我諗中國一樣㗎啦。就係嗰啲叫做 insider law，即係你係內幕人士，你係屬於某一個大公司嘅，或者某一個財團嘅一個好高層嘅主管甚至你係唔可以隨便買你自己公司嗰啲股票嘅，咁你係犯罪嘅。點解咧？因為你係內幕人士，你係利用你嘅內幕消息，你知道呢間公司就嚟會出現問題咁你就拋售趁早拋售到呢間公司啲股票落得好慘咁你知道咧，你係內幕人士嘛？你知道咧，好快我哋會揾到個解決辦法，我哋會炒到呢個 CEO 魷魚，然後揾一個新嘅呢個新嘅會好叻嘅，好快就會搞掂。我哋已經咁我而家喺好平嘅時候咧，我大量買入股票係嘛？之後咧就真係出現我所計劃嘅呢個 CEO 咁好快你就發大財你啲發財係違法嘅，其實即係。一般嚟講咧，喺一個民主自由國家咧，係政府係唔插手呢啲嘢嘅。但係共產黨唔係，共產黨嗰個改革開放係假嘅。佢表面上話 OK，我哋而家都可以即係大概35年前我哋而家上海都搞一個股票市場交易所，喺深圳就搞一個咁好似真係哇！而家我哋中國越嚟越似美國越嚟越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但係大家唔知道嘅係，共產黨1分鐘都冇少監視過、控制過呢啲股票。佢嘅辦法係咩啊？鄧小平嘅改革開放咧，就係共產黨嗰啲更加狡猾嘅做法。表面上唔控制你，表面上唔去主導你，但係喺後邊盯住你你做嘅一切對我係冇乜不利嘅，咁放手俾你做。因為我知道鄧小平唔係笨人嚟㗎，佢知道放手俾啲資本家去玩，咁佢哋先至會創造財富咁會發財。佢發咗財之後，我哋當然要有一部分啦，係嘛？咁當佢發大財嘅時候咧，我哋都要一大橛喺我，即係共產黨就係咁樣搞啦。咁而家咧，因為經濟下滑共產黨嘅胃口咧就比冇少到，但係嗰個蛋糕係細咗但係佢個胃口冇細到所以而家中國嘅問題係咩？嗰啲好多富商唔單單係股票市場交易市場嗰啲，好多中國嘅有錢人而家驚死驚乜嘢共產黨要搶佢哋啲錢，要呃佢哋啲錢，要偷佢哋啲錢佢通常最後嘅辦法係咩？因為佢有權嘛。所以點解共產黨啲人咁迷戀權力因為中國大陸有權就有一切我有權，我可以搞掂。我叫個乜經濟乜嘢監管會去控告你。喂，老張，你同我搞掂肯定可以揾到啲咩原因去告呢個咩老虎乜鬼嘢啦，啲公司咩富團嗰類揾個理由去告佢哋要搞好你要搞清楚我唔係同你講笑，我啲我聽過好多逃咗去歐洲嘅中國嘅富人、中國嘅富商。
佢哋都之所以走出嚟，就係因為咧佢哋發覺共產黨而家唔夠錢，成日喺度諗詭計點樣將啲有錢人嘅錢搶過嚟咁佢哋有權啊，所以呢班有錢人咧好慘啊！佢哋冇軍隊冇國防佢又冇權只係有錢但係有錢而家都冇用嘅，因為佢要嘅係搶你啲錢啊嘛，所以咧好多人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咁走嚟西方國家避難咁有啲係成功咁走，有啲走唔甩，或者咧因為你走，佢就更加瘋狂咁搶你啲嘢咁我最近我碰到一個就係咁噶，佢話咧佢匆匆忙忙，佢知道咧共產黨開始喺度搞嗰啲佢因為識人識得多甚至咧識人喺呢個嗰啲公安體制裏邊嘅所謂打擊經濟犯罪嘅嗰啲人咧，佢得到嗰個通風報信話佢個名都喺黑名單裏邊，係共產黨準備要告佢，話佢犯咗乜罪咁，然之後將錢咧仲作為罰款咁搶過嚟佢知道之後即刻36着走為上着，但係匆匆忙忙之中咧根本就唔可能將佢嗰啲房地產物業快手轉手換現金你要時間噶嘛，但係佢驚拖得時間太長咧，公安就聽日就敲門噶啦嘛，佢即刻走人先去咗香港再去歐洲咁咧好在咧，佢而家冇後悔嘅人安全，全家都走咗佬㗎，帶住啲錢咧都夠用㗎啦。但係咧留喺中國嗰啲財產咧就好多，咁俾共產黨全部凍結咗。但係佢都話，佢話就話凍結啫，其實就係會充公㗎啦。第一步就話凍結啫，第二步就係充公，第三步啲錢就唔知去邊鬼度㗎啦。佢哋分贓分晒㗎，呢啲就係中國大陸嘅真實情況所以點解咁多人仲咁傻？好似嗰個國民黨嗰個鄭麗文仲喺度大唱話共產黨點樣好點樣好真係莫名其妙係無知還是係呢個道德敗壞不過中共咁多年都喺度打擊一啲資本外逃關閉一啲即係佢都要資金管制啊嘛。咁其實你知香港有金融螞蟻啦，佢關閉地下錢莊啦，而家打擊啲，同埋而家呢幾個外資嘅證券商，佢喺中國入邊係冇牌照嘅，佢利用香港嘅牌照，跟住吸啲中國大陸人去炒股，就利用呢個途徑咧，利用香港咧走資去其他國家。所以其實呢個嘢都係咪屬於上有對策下有對策？其實你點樣？當然係啦，但係都冇用，因為而家香港咧已經係喺共產黨嘅屠刀之下㗎啦，香港已經淪陷咗嘅，所以而家喺香港發生嘅事咧就係好多年前喺中國大陸已經發生㗎啦所以我剛才講個大陸嗰啲富商走佬嘅問題，呢啲係遲早係香港嘅問題嚟嘅，其實已經係啦只有笨蛋仲喺香港度想做生意嘅共產黨知道你有可能夠賺好多錢，佢就唔出聲，佢會好有耐性嘅。你喺香港如果你係香港嘅投資者佢俾你投資，佢鼓勵你投資，鼓勵你賺錢。當你賺咗錢之後你想將啲錢移去美國，移去邊度？咁咧共產黨就會出手㗎啦，好簡單嗰啲共產黨。我成日都話，而家我細個嘅時候覺得蔣介石鬧共產黨係共匪，似乎有啲過分啦咁。而家我發現，原來蔣介石係好啱㗎，因為佢哋嗰啲所作所為同土匪冇乜分別嘅。唯一嘅分別就係而家佢係現代化咗個土匪養咗一大幫電腦專家，可以通過電腦去作為黑客入去嗰啲大公司裏邊，將啲錢都搞埋落嚟啫。佢唯一嘅分別就係咁啫。但係從嗰個道德觀念人品嚟講，仍然係土匪現代化嘅土匪共匪。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唔好再有幻想，真係嘅。如果我係香港住喺香港有生意，我都會36着走為上着。有一個花邊新聞，我都講幾句啦。咁台灣嗰個藝人美女林志玲係嘛？其實真係超級靚女嘅，我自己覺得佢。不過佢咧就其實台灣嘅文策院董事咧本身係想要求
邀請佢做董事嘅，咁佢就撈尾係拒絕咗。但係佢其實咧，因為佢都要參與一啲中共入邊嘅央視嘅一個拍戲啊，即係主演央視嘅大劇啊，《玉蘭花開官再來》，佢客串嘅啫。但係佢呢個最後咧，點知佢係殺青咗噶啦，就去佢個角色啦。佢個名啊，佢自己嗰啲全部都俾 delete 咗喎。呢排大家要到幾關注呢個話題，點解？即係同埋佢自己錄製咗一啲中國嘅綜藝嗰啲節目咧，亦都被下架。咁呢個有冇同佢被邀請參與即係台灣文查院董事有關咧？但係佢都拒絕咗啫喎。好可能中共嘅特務係知道咧。呢位美女啊，思想上有咗變化，好可能呢位佢叫咩林咩？我唔記得咗個名添。佢個名叫咩？呢位美女明星林志玲。林志穎係嘛？林啊，林係咯，林啊，就係林小姐啦。我諗咧，即係台灣啊，好多中共嘅特務嘅。佢哋一直會跟蹤呢啲名人啊，係嘛？咁如果呢個人咧，佢個思想有咗改變啊，可能佢哋發覺咧，哦，原來佢係以前咧係冇乜關心呢啲國共之間嘅事啊，原來而家佢係屬於一個支持呢個民進黨嘅。我淨係舉個例啊，我唔知啦，啲特務知比我知得多咁可能咧呢個文策院邀請佢做董事，咁文策院係可以有一個政府機構嚟㗎，係嘛？咁呢個政府機構咧，好可能咧係比較親呢個民進黨㗎啦啊！咁雖然佢係拒絕咗做董事啊，但係可能咧由於呢個文策院邀請佢做董事呢件事本身咧，就即係叫醒咗中共㗎啦。中共就開始注意呢個人嘅政治傾向。當佢一發現呢個人嘅政治傾向，對佢哋不利啊，咁共產黨就會採取呢啲咁嘅行動啦。我諗係咁啫，冇乜其他特別嘅原因。因為我呢啲咁嘅事，我自己親身都經歷過。好多年前共產黨亦將我當成一個統戰對象啊，因為佢當時以為咧我係會對佢有好處嘅其具體咩好處就唔需要講啦。總之佢認為我嘅當時嘅職業我嘅專業知識等等係對佢好有利嘅，所以就要統戰我。但係當佢哋發現，原來我係一個人權工作者，係一個反共人士咁就嗰個態度同埋佢哋對我嘅活動咧係即刻180度大轉彎，由座上街賓變成反革命分子